Round 2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。上来给扫踢，又是下潜抱摔。伊西俄木退的会比较快啊，李华燕这边还是更加想要去打地面，但是对手伊西俄木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在他主动进入到地面之后，伊西俄木还是主动选择后退，把他给放起来，还是要跟对手去打拳。比赛继续，在站立端，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啊，易华燕这边还是有点忌惮对手的拳啊，毕竟确实是拳怕少壮啊，而且伊西俄木出自四川恩波格斗，那这场比赛在第1回合表现出来的，不管是他在拳的力量感和速度感上都保持得非常不错啊。但是易华燕现在就是要把比赛往地面去拖，不断的下潜抱摔。对伊西俄木来讲，也是啊，这个防摔要时时处于一个非常高度集中的状态。易华燕的下潜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。给中扫，漂亮。但是现在伊西俄木的问题就是，他想跟对手打中近距离，甚至往对手的内围去打，有点不太敢，因为一进去之后，易华燕能把他带入到地面的能力还是在的，而且看又是刚想进来就下潜抱腿，然后马上后撤步撤胯，然后最后现在是被对手来压制到了齐成位圈头。拿断头的把位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！哎，这个断头拿得很死，虽然尽管他带臂啊，我们看能不能抽出来。还好，伊西俄木反应也比较快，马上把自己的胯给顶上去，增加一下自己脖颈活动的空间，然后往后来去做翻转，然后这个手抽出来了，现在又慢慢的挪到了侧身位，这个防守做得不错。对，刚才那个断头的把位的确。易华燕拿的迅雷不及掩耳啊，也会让伊西俄木多少有一丝忌惮啊，因为这种地面系的柔术系的选手就是这样，你不能给他任何一点点的机会啊，一旦拿到这样的机会之后，他会非常快的就把你带入到了相当于一个泥潭当中，而这个泥潭会让你越陷越深。好在伊西俄木的反应会比较快啊，现在主动压制住对手。易华燕这边好，把伊西俄木关入到自己的封闭防守，现在往上去挂腿，左腿挂上来了，哎，要去拉三角，现在自己的手在里面，如果把自己手抽出来之后，这个三角可能会压榨的空间越来越小，但是现在自己的右手不大好抽啊，因为随着抽右手的这个过程，那对手的头可能会出来。好，漂亮！好，看看另外一条腿能不能搭上去。哎，给顶膝。易华燕现在一点儿也不着急啊，对，去踩一下对手的胯，但是这个位置也目前仅仅能够控制住对手啊。就是他现在的问题是，他的右腿想要搭上来，需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，因为对手的左臂是挡住了他的右腿上挂的路径。对，我们看啊，如果还没有动作的话，场裁金军老师可能会叫起。继续的给顶膝，基本上顶在了臀部和腿大肌的位置，应该杀伤没有那么的大。现在想要换一条腿往上挂，但这个过程依然是不大好挂，因为它是带臂的啊，得换一个方向。身后的空间有点小了，就是头已经顶在了龙网边啊，就是龙网的底角处啊。这个对他来讲，身体没有一个很好的延展度的时候，不大好去做动作。松开了，果然，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易华燕来讲是，非常耗体能的一个过程啊，因为当中会有很多这种有无氧的动作。下挂腿，伊西俄木现在找机会去下砸重击去击腹，但是要小心对手的上蹬动作。
在过往的比赛当中，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这个靶位看到过下位选手一个上蹬，刚好蹬在下巴上，然后直接改变战局的情况。抖音。